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9月10日，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今仔日早起，咱先赶紧来关心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哲，甲台北市议员应晓薇交保的裁定，昨昏重新召开羁押庭。检方甲辩方伫咧法庭激烈辩论，经过6点外钟的讨论，合议庭当庭宣布裁定的结果，也是依持郭文哲7000万交保，应晓薇3000万交保。 甲支持者握手，笑眯眯行入法院，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哲牵涉京华城定案，进行交保7000万，暗过检方控告成功。台北地院15早起重开羁押庭，庭审差不多2点钟内底，检辩庭上自召郭文哲交保了，接触证人向共案被告画写，是毋是牵涉串证等，双方展开激烈辩论。 换郭文哲讲话，伊讲老爸大烦恼离开，伊无介意恨别人，暗讲每一摆想到这个代志，心内就真艰苦。佮摕着所任务比如，希望家己用正做曼德拉，毋是我主事。合议庭经过6点外钟评议，裁定结果伫暗时6点半出来，郭文哲佮一摆维持7000万交保。郭文哲行出法院，面容灯火。 各家支持者握手，身躯边的陈培琪也是笑眯眯的手底戏。同款被撤销交保裁定也共案被告，台北市议员应晓薇维持3000万交保裁定。看查某囝应家族的手慢慢行出法院，应晓薇伫楼梯向支持者鞠躬致意，随去坐车离开。按过法院裁定了后，北检就表示，等收到裁定书了后，各建议是毋是控告。记者综合报道。 大盐60公电的备案，涉案的前董事长陈克约等5个人，今年2月份去互起诉，7月份佫逼出台南一个调查官，伫咧调查期间，甲关系人的告知泄露予大盐60的人。检方昨昏照违反告知法定罪，甲调查官等涉案的4个人起诉。 调查局调查班结业典礼上，法院宣誓合将国家法令未违法渎职。也毋过，台南市调查处新营站选有1位姓林的调查官，伫调查台盐60备案的时涉嫌涉密。以法务部调查局内部查询系统查询绿能公司及交易关系人，包含身份证统一编号、大额交易记录等个人身份及财务金融资料，并储存于随身碟，提供给绿能公司黄姓总经理秘书。 检方调查，姓林调查官将存有案件关系人告知财务资料的随身碟，交予台盐60姓黄总经理的秘书。伊查看佮复制伫公司的电脑，姓陈秘书就安尼看到资料，佮翻译好。姓过查甫人看准档，4个人15方以公务员涉密，告知法定罪起诉。 前台盐60董事长陈克约甲总经理苏坤宏，因为涉嫌勾结下游开发公司，透过光电开发挖空台盐甲大陆资产，2个人不法所得，合计超过1.3亿。今年2月才获检方起诉，想要到公职案7月，佮压出调查官涉密事件。 调查局必须要对外警处必须要3年5审的不断的要求，一旦有这种案件被发现的话，一定是要严格处罚。侦查案件都被泄露了，那很多的嫌疑犯会预作掩盖、串供，甚至是逃亡，那对台湾的司法卫星是影响很大的。 学者认为，相关单位爱严防调查涉密，以免伤害民众对司法的信任度。姓林调查官涉密案下昼召开疑审庭，台南地院根据调查官所讲的认定，伊未经串经的可能性已经降低，最后裁定姓林调查官10万交保。调查局对伊涉案的事已经将伊停职。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咱若高雄美浓头屋刷石的案件，要继续伫咧逼，检方阁查到3个涉案人。 其中一个地主是无党籍市议员朱信勇的助理赵丽君，甲因区提告案了后，目前赵丽君甲因翁婿是已经交保，咱若租土地这个姓王的人是裁定羁押禁见。花班车司机问啥拢讲唔知，不过关键顺路来到这，看见在怪手出现伫美浓成功段列管的农地顶悬，感觉真可疑。关键随通报环保局到场，除了当场查扣拖班车甲2台怪手以外，也对姓张的地主、姓潘的行为人、甲姓黄的司机分别罚300万，同时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经查，张姓地主、潘姓行为人及黄姓司机未经许可提供土地回填废弃物，除依废新法36条规定，各裁处最高300万，合计900万元罚锾外，并移送法办。
自从美浓逼出大劫国事件了后，透过农地卖沙洲的代志是一件接一件压出来，甚至连前议员助理周丽君嘛牵涉在内。叫我头地检署张将周丽君甲伊的翁婿以及甲伊做地姓王的查甫人具体告案。经过检察官透明审问，姓王的查甫有交结串供的记录，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周丽君甲翁婿两人分别以100万甲80万交保限制住机。咱实际来到周丽君的农地看，因为车辆出入无卡路通行，阁有坑铁棒来阻路。当地居民讲，有当时暗时也会看到拖车停伫咧附近，不过已经真久无动工啊。用那个香蕉那些他卖掉的、卖掉。哎呀，知道地主是谁吗？我不知道呢，不晓得。那时候回填会不会觉得怪怪的？就挖了就要填啊，没有那么深怎么办？经检察官讯问后，认被告王某涉犯废弃物清理法等罪，犯罪嫌疑重大，有勾串共犯证人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周丽君原本是无当接市议员朱信强的助理，进前甲伫规瓜子湾做过去稽查，意外互押出，伊嘛是农地地主。现在朱信强将伊开除，不过周丽君的涉案也意外成为拿力两党这两天互相攻击的主角。记者柯家族柯朝阳高永昌报道。各位乡亲，接下来咱来关心天气。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最近天气拢不了稳定。咱来看云图。今仔日这时的天气也是真烧热，气象署针对台北、新北、桃园、甲屏东这4个县市发布高温的资讯，温度可能会降到36度以上。也若东半部是32度至33度，西半部是33度至36度。而且民众若是出门，都要注意热伤害。虽然天气是袂歹，不过过道各地也是有可能会落西北雨，尤其桃园以北的山区雨会较粗。为明仔开始水气会变较高，日时的时阵云嘛较济。拜四至拜六拢会落雨，到礼拜雨才会较少。最近的天气实在是热热热，昨昏中昼的新北、五股上关温有到39度，也若三峡嘛有38.3度。天气真烧热，冷气嘛芳无休困，用电共款嘛真伤。顶礼拜兴达电厂出问题了后，昨昏乡土团的南口2号机嘛各样当伫咧修理，目前是先启动有备的机组来运用。全台湾那亲像伫航汉时烧热高温，连骑脚踏车嘛爱拢外套，还有上班族摕物件来热热。气象署表示，拜二北台湾也是有机会出现高温。明天的温度仍然跟今天相比是类似的，都是比较高温炎热的一个天气。特别在北桃，明天仍然有37度以上高温发生的机会。气象署统计，10个全台湾最高温出现伫新北5股39度，三峡湾仔有38度3，其他所在包括台北内湖、台南墘顶加西港地区，湾仔有37度的高温。炎热的气温，民众用电量提高，拢拍开冷气降温。这是台电高雄县台电厂顶礼拜才发生火灾，15早起9点外，台电燃煤发电机组南口的2号机是出现故障，外界烦恼全台湾敢用电正暗。你没有电的话，那些东西都会坏掉，损失非常的大。不管你用什么政策了，能源的稳定性、供给的无疑，这对全民也好，对产业也好，才有绝对大的一个帮助。点开台电官网发现15台电故障的机组，除了燃煤机组南口2号机发电量变零，还有本来就部分故障的大潭1号机、通霄9号机。发电机的历史系统异常机组就跳脱解紧急备用的机组，大概今天会启动兴达的3号跟4号机。台电表示，故障的南口2号机组相关人员当紧急伫抢修，台电会运用包括水利等调整措施来维持全台湾供电稳定。记者采访报道。各位乡亲，接下来咱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花莲吉安乡光华村的粪扫坑台场，11发生火烧，4家全拢是臭味。虽然火已经拍花，不过到今还是无人出来核实的甲负责，互村民是感觉真不满。昨昏有真百个人去关议会抗议，议会今仔日会去会勘，嘛会提出改善的计划。来看《自由时报》，二战结束已经80年，中国乌白解脱、开罗宣言等等的文件，因讲日本已经把台湾的主权还给中国。也若美国在台协会是批评中国，这是不实的论述。美国的国务院嘛讲，中国挑工扭曲二战时期的文件，美国会持续支持台湾。来看联合报，川普昨昏讲，美国甲中国伫咧马德里的贸易会谈是真顺利，拜五会甲习近平通电话。
那美国财政部长贝辛特讲，这一届美中的会谈就 TikTok 的问题有达成基本的协议，而且会由美国来控制所有权。讲到美国甲中国 TikTok 的问题有达成基本的协议，不过细节目前是还无啥清楚，敢若知影讲会保留中国的特色。那美国则表示讲，因并无要意感受中国的特色，因的重点是国家安全，而且这礼拜五双方都会确认相关的细节。美中官员15表示，双方已经达成一项空气协议，将底下因平台 TikTok 所有权转移到美国控制之下。协议有保留中方重视 TikTok 文化元素。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中国要以中国特色，因为这是一种软实力。美国要的是国安问题。We have a framework for a TikTok deal. The two leaders, President Trump and Party Chair Xi, will speak on Friday to complete the deal. 中国表示，双方用合作方式妥善解决 TikTok 相关的问题，减少投资障碍，促进今后达成基本空气共识。这个用词甲美方的用词有小可不同。关于 TikTok 问题，中方一贯反对将科技和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绝不会以牺牲原则立场、企业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为代价，寻求达成任何协议。这长期坚持紧张的美中贸易谈判内底，这摆 TikTok 算是真少看到有进展的协议。双方一直想要化解一场扰乱全球市场的贸易战。美国政府要求 TikTok 爱伫这个月17以前完成，遵守美国控制所有权的安排。啊，若无伫美国可能落地或者是封锁。贝森特表示，这也互中方谈判代表愿意推动达成协议，目前可能延长90日来完成协议。贝森特无说明某公司直接跳动是毋是将应用电视的核心技术转移后买美国公司。中国网信办一个官员表示，协议可能牵涉授权包含演算法在内智慧财产权。公司新闻恩文林朋友。国际消息，咱要来看美国三大指数15收悬，标普500甲纳斯达克指数搁再创下历史新高，那道琼工业指数嘛小可有起。市场真期待联准会这礼拜会启动今年头一届降息。特斯拉的股价因为马斯克增加投资有大起3.6%，AI 概念股同款嘛有起。不过，整批大厂回答却是传出去，互中国监管机构调查涉嫌高占市场的情形。美国三大指数拜收行，标普500起0.47%，报6615点；纳斯达克也起0.94%，收跌22348点，双双刷新历史高点。投资人普遍认为，美国联准会这礼拜会议会宣布降利息一码，甚至期待更较大幅度，或者是更较真侪摆降利息。So it seems that the markets are really factoring in a Fed cut on Wednesday. And maybe even leaning toward hopes of a further cut very quickly, or maybe even a bigger than expected cut on Wednesday. I think the market would be very positively surprised if the Fed cut 50 basis points, but the baseline is 25 basis points. 市场关注的焦点之一是特斯拉股价大起3.6%，因为执行长马斯克开10亿美金加买家己公司的股票，被解读是对公司前途有信心。同时，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也因为法官对反垄断案做出有利的裁决，是在第一摆超过3兆美金。AI 应用前景乐观，带动科技股继续升温。If he signals clearly that there will be several more cuts, that will be viewed as positive. I think the markets will be comforted. If there's uncertainty about that, the market could have a more uncertain path going forward. 投资人看好生成式 AI 加数据中心需求，科技股带头起。不过，晶片大公司回答煞面临挑战。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宣布初步调查显示，或者涉嫌违反反垄断法。外界解释中国大动作反制，想要有关谈判条件，内容刑收1%到10%的罚款，恐惊冲击回答伫中国市场170亿美金的营收，也烦恼恐惊牵连 H20 晶片出货，甚至影响台积电。公司新闻陈伟金。
我来看环西班牙自行车的比赛，这当算是国际性的比赛。14伫首都马德里举办的时阵，有几啊千个支持巴勒斯坦的民众，因抗议以色列参赛的代志，所以致使规个比赛全咧取消。西班牙总理是俄罗这示威的市民真勇敢，不过嘛引起以色列的批评。全长超过3000公里，拢总有21个比赛路段的环西班牙脚踏车比赛，这是伫首都马德里举行最后一站的比赛。不过伫56公里的所在，现场因为有人示威刷规个乱去，大庭抗议以色列对参加比赛民众大声喊解放巴勒斯坦，哪听路上哪人巴勒斯坦旗啊！警察提警棍维持秩序，嘛挡袂掉民众激烈的示威。到尾啊，环西脚踏车比赛甲颁奖典礼拢被迫取消，警方嘛逮捕20多人。虽然国际出名的脚踏车比赛被迫中断，不过西班牙总理桑切斯嘛是学了14个示威，展现西班牙人捍卫人权的骄傲。以色列外长是一直提出批评。We will not allow two Spanish ministers to enter to Israel, and we will not engage with them in any matter after their consistent anti-Semite and anti-Israeli rhetorics. 部分观众不满重大比赛中断，示威民众是表达国际社会无应该无插以色列的暴力行为。Se eliminó a Rusia, ¿por qué tenemos esta doble vara de medir? Rusia ha invadido Ucrania, Israel está invadiendo Palestina. No solamente le está invadiendo, está yendo en contra de todo derecho internacional. 查到扣以色列以台西哈马斯成员的理由空袭首都杜哈的波恩国家卡达，预定伫15召开阿拉伯加穆斯林国家高峰会，参详谴责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伫峰会前，卡达是呼吁各国不应该对以色列用无共的标准。لقد حان الوقت لتوقف المجتمع الدولي عن الكيل بالمعايير المزدوجة. ومعاقبة إسرائيل على جميع الجرائم التي ارتكبتها. 美国伫中东的两大盟国的关系，因为一个空袭发生变化。美国总统川普捌表示对以色列真不满，不过也是派遣国务卿卢比欧伫14去以色列访问，除了表达对以色列的支持，嘛会讨论卡达空袭了后加沙战争的后续发展。虽然迎接卢比欧的来访，不过以色列也是持续对加沙展开空袭。到10月为止，加沙地区的炮声不断，有一寡民将被负刀声摔来死亡。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罗西亚无人机13的时阵入侵罗马尼亚的领空，河北又是感觉真紧张。另外一边，乌克兰出动361架无人机攻击罗西亚，造成炼油厂发生火灾。想袂到14，罗西亚的军队试射靠着极音速的导弹，联合白俄罗斯要来展现因的军事实力。罗马尼亚国防部宣布，13有一架罗西亚无人机侵入领空，加速伫波兰了后，第2个拄到这类事件北约成员。当时，罗马尼亚2架 F-16战机正伫乌克兰边境上空监控罗西亚军队对乌克兰基础设施的攻击，并且伫扎里亚威胁附近追踪到这架无人机。虽然无人机无飞过人口密集的所在，也不造成直接的威胁，不过意外诱发安全的顾虑。罗马尼亚是严正抗议，并且召见罗西亚大使来表示关切。欧盟谴责这是袂用接受的主权侵犯。波兰总理图斯克讲，波兰也各有民军防空系统已经提升到上悬的界别。美国总统川普是讲，这位北约国家到底来停止买罗西亚的石油，也对罗西亚实施更加严厉制裁。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是批评罗西亚将做法是明显的战争扩张，西方需要采取更加严厉制裁和合作。乌克兰已经准备好甲盟友安怎来自保。Що росіяни розвідують, як винести війну на територію Польщі, Балтійських держав. Російська армія випробовує Румунію. 近几个月，罗西亚扩大无人机攻势。乌克兰参谋总长格纳托夫14讲，因可能伫罗西亚发动无人机攻击时，调降降低行动通信品质，阻止无人机联邦团属影像协助打击。14暗时，乌克兰出动至少361架无人机攻击罗西亚的目标。罗西亚防空系统拍落无人机碎片，造成罗西亚西北部规模真大的基里希炼油厂底站导火。这是48点钟内底第2间防攻击的炼油厂，尽是无人伤亡。因罗西亚是伫巴伦支海甲被罗西亚进行联合军演，发射一粒罗西亚方面自主研发、速度达到音速9倍的靠焦极音速飞弹，成功拍到并且摧毁目标。
种飞弹讲会使突破多数防空甲导弹拦查系统，打击超过1000公里外海上甲陆上的目标。莫斯科方面讲，演习是防卫性质，无攻击北约意思。不过，台湾被看这是对北极科甲北方战略方向的军力展现。公视新闻，施会长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川普今仔日讲，有一只委内瑞拉被盗集团的船要驶去美国，美军是随发动攻击。这是最近第2件针对可疑载毒的船发动攻击。这个事件造成3个人死亡。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在美国保守派网红瓜庆命案的现场发现的 DNA， 经过比对，证实甲在押嫌犯罗宾森有符合，按算会以谋杀罪罪名加以起诉。日本这几年咧调整亚太地区安全的部署，今年按算会向8个国家提供军事援助，数量增加1倍。最新的消息，知影日本准备要提供救援船甲无人侦察机予马来西亚，来提升因的安全能力，因应中国伫咧南海想要吃过界态势。中国不时咧扰乱咱台湾，毋那10时有中国的渔船趁半暝掠鱼掠过界，昨昏阁有4只中国的海警船驶入来咱金门的海域，加载拢去互海巡赶走啊。海巡署讲会持续监控中国海警船的动态。您未经许可进入我方水域，您的行动已影响我国海域秩序及安全，请立即转向，尽速离开我方水域，否则我船将依法采取必要行动。海面是海巡警员的广播声音。中国海警船动作真济，15个有4只船，关于自动识别系统为金门烈士甲法定驶入咱的水域。这类案船引起中华海上敏感神经，最后伫顺风艇的平衡监控之下，海警船伫下晡5点驶出金门限制水域。侦获越界捕鱼，而且那海警船10时暗时搁赴中国渔船越界，进入东沙水域，想要进入环岛违法掠鱼。海巡调度舰艇顺利包抄定检查扣，成功于东沙岛东北方8.3里查扣越船小舟1艘，并将越船驱离航出我国水域。为今1月开始，海巡已经伫东沙水域驱离中国外界渔船158只，扣留小船12只。过去几日，邀请1只中国渔船连入外界，塑胶配合海域。海巡船舰实施执法驱离，所传出互中共宣称南广播反制，引起关注。请勿保持克制，与渔船保持安全距离，确保渔船安全。海巡赶紧澄清，驱离中国渔船甲监控共男是2个无同款的事件，毋是同时发生。指控中共精心制作的假影片，透过人体作战，是要制造咱执法受干扰的假象。海上执法权是牢牢地掌握在我们国家自己的手中，那做这种小动作是没有意义的，只不过是为了他们的大内宣或者是大外宣，用这种宵小之举，其实是十分可笑。海巡强化海空感情力量，安捷航空推出重新计划民间版的军规侦察机，真济摆查到强男透过无人机精速加入海巡侦查体系。不过关闭人表示，第一步依然是先增加无人机、无人艇的侦查量能。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打压台湾的情形，即马去互耽美媒体报出来。咱国驻耽美代表参加日本驻耽美大使馆办的天皇生日会。去互中国的代表要求讲，都爱甲咱赶互走。针对这点，外交部是大力谴责中国，因这种战狼外交恶质的作风，实在是有够无水准。外交部也要强烈谴责中方外交人员试图恶意阻扰我国与他国正常互动的粗暴卑劣行径，这种战狼外交的蛮横作风，不但毫不尊重主办方，无视出席国际活动应有的基本礼仪，而且完全背离国际民主社会的文明素养。根据耽美媒体报道，日本驻耽美大使馆2月份办天皇生日会，中国驻耽美大使王雪峰叫日本这边都爱甲咱台湾的代表郑英俊因翁仔某赶走，去互日本拒绝了后，因是丢卡蹬地，活咧就做伊走。离开进前，甚至佫用镜头甲地准用安尼记。外交部强烈谴责中国的外交人员挑工阻挡台湾甲别个国家正常的互动，这款恶霸佮恶质的举动，完全毋是民主社会会有的做法。提醒民众，若是出门行大，都要特别注意。
日大交流协会进前才提醒讲，日本的旅客若是来台湾，伫咧观光的地点，都要特别注意整理啊。警方伫咧9分假做是观光客，有抓到3个为菲律宾来的整理啊，而且其中一个都是偷摕日本游客物件的嫌犯。2个查甫人伫泡脚屋伫表甲趁机会观察，等到工盘到场，或者确认眼神，见到身躯边的查甫人，也毋过要偷摕前一刻临时收手。破案后精算，原来因发觉到现场有警力埋伏。警方以便衣人员混入人群中严密监控，并在可能下手行窃之处入耳。警匪四目相接，让犯嫌瞬间心慌。想要选袂赴啊，警方前后包围，伫9分路街抓到3个查甫人，拢是菲律宾籍。也毋过无，还佫有一个人无亲自到场，代志败露了后，就回人机出境。罗邦的险关，经过身份调查，其中一个人甲今年日本籍旅客受害永康街窃案有关系。订药的手法都是借着人海战术，制造小额错觉。也毋过日本游客来台顺风偷摕事件订团，和代理交流协会被会伫官网示警。国内真侪日本景点拢互点名爱细腻整理啊，毕竟到目前，日本籍在台的失窃案至少有10多件，警方积极侦办了后，即摆互跨国整理集团踢到铁板。也毋过因得手一摆离境了后，佮派人第2摆来台，安怎会一再伫台湾犯案呢？那菲律宾跟台湾很近，所以当他们做海外的这个窃盗的话，那因为这个真的是比较近，它的成本也比较低。那我们跟菲律宾之间也是有免签的关系。虽然有部分的生活好掠，也毋过源头有关无好掠着。即件倒一日来台个犯案，相当的说是台湾的国际形象。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毋若是出门行大，即马若是买物件收钱、找钱，拢爱真注意。有店头伫咧社群平台讲，因为收到10块的银角啊，毋过详细看，这竟然是游乐场内底的代币。律师就讲，这款游戏币若是真明显，就看会出来，讲这都是佚佗物啊，就无算是犯法。毋过若是讲摕假钱去买物件，上当会罚关10年。入红仔机路边的小正大，电台看到10块的动身啊，台南吸收宵夜的店头伫网络打出这款的版本，后壁面相反是玫瑰刻条的，各里写10块，不过顶面却是出现一排专用游戏代币哩。并到正平这面原本以为的掌中镜头上，乃愈看愈奇怪。服业者讲，家己敢若小偷啊相款。重量不一样啊，重量一样就真的不行，跟10块真的很像啊。所以我们后来就不要，干脆就不要用了。这看起来好笑代币是一间游乐场的头家家己设计，伊讲已经10版啦，若是有无细腻收到的，拢使找因换回正常10块。不过其实游戏代币甚至假冒币要安怎分出真假，也互真侪业者是真伤脑筋。没办法注意啊，因为会那个没时间去点看了。很脏的我才会把它退给他，说叫他换，10块钱还好啦。如果是那个1000块、500块的，那一天就等于白做了。本身看起来饥渴乱真的状况，才会构成是故意要来伪造货币。如果单纯只是游戏币有点像的话，这不能算是一个伪造。律师也提醒，若超工使用假钱交易，相关可能加10年的刑责。定定用10块当身啊，及红仔机的业者讲，上定定收到其实是外国的当身啊。因为500韩币跟台币比较10块钱比较相似，所以他可能投500韩币的话，机器会识别。那日币的话，通常啦100它会直接退出来。央行提起这个10块的当身啊，侧面拢会使看到人像的五官真清楚。孙中山的版本后壁面也个稳重的国泰民安，呼吁民众应加注意一下。记者综合报道。提醒乡亲，若是伫咧网络顶买物件，都爱提悬警觉。中华县政府之前有推出一个中华购购买物件的网站，内底是咧小解一寡在地真有特色的物件，嘛会使来买。不过最近伫咧人面册开始出现一个仿的，看落是真成，不过商品却是写简体字。调查了后，中华县府讲这是诈骗的网站，提醒民众若是伫咧网络顶买物件，都爱看好清、认好明。中秋节要到啊，袂少人会买2斤酥或者是往来酥做盘手单路。最近伫网络就出现讲是咧卖中华县鼻头乡农会的往来酥，也有县府相关活动的相片，但是网址连过去却是一页式的网页，看起来真可疑。足侪咱民众吼，时大嘛，
拢伫网络买物件，啊若小无看清楚吼，可能拢会去互骗去。我感觉就容易混淆的。有民众来甲阮回报讲，这一个彰化购购的脸书的粉丝专页，顶管所用的图片，甲伊所传达的这个商品的这个内容，拢甲咱彰化县政府咧推销的，包含就讲未来彰化设计展等等的，这对民众来讲会产生一种混淆啦。彰化县为着刺激消费，而且配合2025年台湾世界展伫彰化，按9月初一开始到11月底举办消费抽奖的活动，但是所有民众发现伫面册出现诈骗的网页、仿官方的图片甲 logo 咧卖物件向民代反映，官府嘛出面澄清，表示这是诈骗集团的出路。本府澄清，并无创立名为彰化购购的脸书账号，已向脸书营运单位检举广告诈欺。并向警方报案，提醒民众务必透过官方网站或认证社群账号进行确认，以保障交易安全及个人资料。议员杨祖贤指出，10月份要伫中华举办的台湾世界展，唔那是地方大代志，嘛是全国性的活动。诈骗集团真有可能会利用这个机会伫网络拐骗，呼吁官府爱加强防诈骗的力头。官府表示，已经有向民册检举广告诈欺，嘛伫15日向警方报案，会用上紧的速度处理这件网络诈骗。记者杨淑清中华报道。我来关心宜兰一间高职传出校园暴力的事件。有一个2年的学生昨昏伫咧教室手举刀啊攻击甲伊同班的另外一个同学，这个同学的脚趾劈去互钝2刀。因若调查了后，初步知影讲，这个原因有可能是因伫咧社军平台有起冤家。因若这个受伤的学生送病院了后，加在是平安，无啥要紧。平静的校园内传出同学中间的暴力事件，地点伫宜兰一间高职。15早起10点外，一个读2年级的查甫学生，趁老师伫写黑板的时阵，摕尖刀啊，甲一个男同学的脚趾钝2刀。老师虽然赶紧阻止，不过也是造成被害学生脚趾有2公分深的刀伤。他上个礼拜有一些口角，那辅导室跟生辅组那边还在做后续的了解跟调查。事后，学校方面赶紧报警，嘛甲受伤的学生囡仔送医，好在再无伤到要害，无性命危险。学校初步了解，2个人好亲像进前就冤家啊，搁伫社群平台互相呛声。作案的男学生就伫咧课堂，甲这个查甫学生囡仔拄着伤。学校是讲，因为尊重学生囡仔的隐私，即马无法度甲学生囡仔敲册牌啊，所以唔知影学生囡仔有炸尖刀。除了启动校安通报，伤人的查甫学生嘛去警局做笔录。那这些情绪跟对立呢，他们没有办法在网络上面得到实质的解决，所以呢，它会延伸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争执、冲突，觉察网络危害，纳入我们的教育的互动思想思考里面。教育团体是讲，袂少青少年介伫网络平台互动，刷卡的收获现实甲同学斗阵沟通的方法，若是超袂平，真少成年纪就较会发生冲突。建议教育单位爱重视网络的负面效应，同学中间的沟通，也有处理情绪嘛，一定爱保持理性。记者采访报道。一般来讲，国中甲高中去学校的时间差不多是早起7点外。有的家长感觉讲，安尼实在是伤过熬早，囡仔拢困袂饱。最近有民众伫咧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案，讲希望高中甲国中上课的时间会当改做是早起10点。无甲一礼拜的时间，就超过1万人来联署。不过嘛有家长烦恼讲，安尼教学的进度可能会受到影响。即马教育部是讲，11月14之前就会正式来回应。民众伫咧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提案，希望将各高中生的上课时间延到早起10点，未结束台湾学生的早起学班。即马已经通过条件，甚至超过1万人联署。不过，都考到大学的学长学者认为，敢若无好。以大学生来说，越晚上课越懒，可能会教不完，就可能10点上课就会少1-2节。之前国高中都是几点去学校？大概都7点50左右。如果去学校时间比较短的话，可能也学不太到什么东西。提案人讲，即马早起8点到下昼4点的上课时间，互学生一直拢伫咧慢性困眠不足的状态，增加忧郁、自我伤害风险。建议将所有非必要的多元课程拢提掉，改善学生的困眠品质，学习效率会更加好。
各高中生已经会让家己上下课，上课时间无需要搁再配合家长的上下班。家长团体是认为理想跟现实也是有差。上课的时数突然减少这么多，这恐怕第一个就是教育部要很伤脑筋的事情。那为什么非是10点，不是11点呢？好，就是到底这个依据到底是什么？再来，国高中、国中有很多他上学的交通方式还是由父母亲顺道这个送去学校的也蛮多的。那到底要怎么跟爸妈的时间做配合？其实2017年就有人提出建议，把各中小学上课时间改至9点到下昼3点。成案了后，教育部邀请专家学者来讨论，想要即拿调整各中的早自习加第8节课，让学生自己决定是不是要参加。现在在多元入学的情况之下，孩子们是不是真的觉得现在的教育改革还不够贴近所谓的放松，然后让他们压力变得更小？那我非常乐见这个倡议人或是相关倡议团体，他们跟教育部的沟通可以有很多开放的可能性。教育部讲，这个提案涉及到地方政府的权责，会继续研究，将规定在11月14进前做出具体的回应。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医疗法律规定，未成年人若是去就医，要有家长或者是法定代理人的陪同。不过最近伫咧网络顶有青少年发起医疗自主权的讨论。认为讲，若是去身心科互医生看，家长无伫咧边仔，才较有法度讲出因的心内话。青少年定来拄到功课、人际关系甲亲子之间等多重的压力，甚至会失眠、忧郁。不过有勇气去身心科看医生，所以因为无家长陪同去袂使。网络顶有青少年就发动医疗自主权，讲家长无伫咧边仔，较有法度讲心内话。我觉得这也是他们个人隐私啊，对啊，可以私底下院方可以再通知家属这样子。应该是不同意吧，因为至少说要让家长知道说小朋友目前的状况，然后才有办法去做预防跟帮助他吧。医生讲，未成年的囡仔愿意去看身心科的医生，就是希望别人斗相共。根据卫福部统计，去年2024年自杀死亡人数4062人，是个人10大死亡原因第10位。其中0到24岁有293人自杀死亡，自杀死亡率比前一年增加5.3%。学习状态，或者是生活环境状态，或家庭的一个环境的一个支持的不够的一个影响，困难或者阻碍的时候，他自己不知所措，或者是他用了一些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的方式，可能我们讲的自杀，可能就是以痛止痛的方式。为了要解决青少年希望人斗相共的信号，卫福部自去年8月开始撒15到45岁青壮世代心理健康支持方案，一个人3遍免费心理咨询服务，有72000人使用过。青少年基本上虽然说他不需要取得法定代理人同意，但是如果他有达到一定的这个医疗上的需要的话，我们还是建议这个心理师要通知他的家长。卫福部讲，伫这嘛医疗法规是规定，无满18岁未成年人看医生时阵，原则上要由家长或者是法定代理人陪，并且要以本人同意才能接受医疗服务。学校辅导室也能提供心理咨询甲辅导，必要的时阵会当转介治疗，用各种方法将青少年心内甲解透开。记者综合报道。电影上头来看，连接八里甲淡水的淡江大桥，今仔日就会进行合龙的仪式。即马这个工程就准备完成啊，有可能伫咧明年5月份就会来通车。趁海中工作车进行起料作业，甲淡江大桥最后要合起来，即地稳稳走向桥面。互经过水泥规划甲7摆老标的淡江大桥计划，将来到这个上界重要时刻。我们这个闭合结块比较靠近浅滩区，这边水深比较浅，所以我们有别于以往，就先进行一个船运跟起吊的一个作业。起吊了之后，我们在桥面上，我们也会接续来做一个钢构，因为热胀冷缩的一个测量的一个工作。为着要互伊合起来，即地会伫两边的杠梁中间精准就位，起吊作业停数必须要用3-4点钟到15暗头啊。即在已经真瓦近桥边，未少民众拢伫现场守护，想要看到这历史性的一刻。我们除了用空拍机之外，我们也用相机，从他们微小的、他们细微一些动作，我们都会做一些比较完整的记录。
淡江大桥看河主桥段长920公尺，环看距离450公尺，环看淡水河。经过欠工人原物料起价，总经费来到230.38亿。交通部估计，明年5月通车了后，淡水到八里中间大约减少25分钟车程。另外，再舒缓第二线17%交通量，加干道大桥30%的交通量。为了因应这个淡江大桥通车以后的一个交通环境，我们已经先行在淡江大桥衔接的淡水端的沙仑路已经完成双向4车道的一个拓宽。那同时在淡水端，我们也会设行微型的一个转运站以及这个停车场。淡江大桥是国内头一摆用国际竞渡方式办理的桥梁设计工程，完工了后，将做世界上上长的蛋塔无边军跨越车场桥。施工单位利用这项，加开减少震动设施控制桥梁震动频率，会堪要当7级以上地动。桥型由有名已经过身的国际建筑师亲身原创设计，高难度的完善增加施工难度甲风险。经过老表的疫情，靠跨国施工团队努力，将要来完工了。设计加入淡水适用意向，未来正做当地新景点地标。记者综合报道。天气热协协，真侪人拢会去海边佚佗凉一下。不过因为沙坡车不时就咧发生安全管理相关的问题，所以屏东县府定出活动管理自治条例，因配合落山风的风景区，规划出沙坡车结合生态旅游的行程，今年年底就会正式纳入法规来管理。而且即马遮嘛加做全国头一个会当合法的沙坡车的场地。游客骑沙坡车照业者的指示，等水较细，油门随吹落，顺利爬去伫对面的山坡。屏东湾州的港仔社区用沙坡车来推塞在地观光，已经逾20-30档啊。业者表示，进前欠缺法规来管理，则因为安全问题三成纠纷。屏东县政府伫去年大胜修法，今年5月正式推塞沙坡车活动管理自治条例，将业者的经营甲游客安全拢纳入规定。无论是业者也是民众，拢真认同。观光应该有帮助啦，然后可能就是安全上的配套真的要比较完善一点。对啊，但是我但唔知有通，我等他们伫海买去啊，你唔叫等人来骑到底，个挡到底，找路个挡到底。啊，人这已经20-30年啊，你挡啥咯？屏东县大胜全国头一个定沙坡车的自治条例，日本州乡也甲沙坡车结合地方的观光，成立落山港风景区。港仔社区讲，因已经利用当地自然生态景观，规划出一条旅游路线，要使民众来佚佗，带动地方的发展。阮即摆有社区去搭这秘境，就是有这加山车结合，我要带人去秘境遐，真正水的。总领演的新办事业计划也经农业部林保署同意核定，行政院也同意土地拨用，目前课政办理土地用地变更作业中。因为计划有牵涉到国有地半径承租问题，目前也搁在等待中央的核定。公所讲，上今年底进前，就会当正做全国头一个合法的沙坡车场地。记者柯家如赵阳屏东采访报道。过来，咱要来看金钟奖。金钟奖会当讲是影视界一年一届的大代志。今年是第60届，入选的名单，咱台记台拢总是入选5个奖项。这一届参加比赛的作品，拢总有1992件，数量是创下新高，会当讲是非常的竞争。另外，今年的特别贡献奖是颁发予资深的演员陈淑芳女士，伊演戏的资历差不多嘛是60年啊。还有另外一位是电视专业的大布景的师傅叶辉良先生。金钟奖是台湾影视界年度上重要的奖项，主要是针对经营电视节目、广播节目，也是对业界有特殊贡献的人，透过奖项来肯定优秀的作品和工作人员。金钟奖办到今已经第60届，15除了公布入围名单，嘛颁特别贡献奖予资深演员陈淑芳和电视大经师叶辉良先生呢，他一直默默的在工作，然后也非常不藏私的，让有兴趣的朋友来传承他的技艺。那淑芳老师呢，他在进入这个行业已经，然后演戏已经60年了，跟我们金钟的这个年龄是一样的。那他最难能可贵的就是说，他是这么样的这个已经获得了很多的荣誉，然后
还不常吃。现在公司台语台拢总是入围5项，包括下半场练习生入围生活风格节目奖，也到出任务入围绩效节目主持人奖，魔术节目数入围自然科学人文纪实节目主持人奖。另外，台语有影声人讲4名演员杨小丽入围迷你组织最佳女主角，含那些家己演员曲祖雅也有入围迷你组织最佳新人。整个金钟评审的那个传统，就是我们不太会用投票的方式来决定，我们还是透过没有时间限制、充分的讨论跟交换。其实这个时间跟精力，某种程度就是不希望有遗珠。根据文化部的统计，第60届金钟奖戏剧类拢总是1103件参赛，节目类有889件作品。那数量创新高，嘛反映出台湾影视含声音内容产业的多元和竞争力。今来今年颁奖典礼拍算10月17、18，伫咧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来举办。记者卢尚珠、曾俊佑台北报道。继续来看唐美云年度的大戏《放伫海潮迄边》，这届伊是演清朝海贼蔡牵马的故事，要用这出戏带大家做伙透过女性的角度来看爱情、婚姻，也有事业起起落落的故事。这一届是由唐美云、唐文华、柯秀妮，也有小咪4个人共台演出，要带大家做伙来看这4个角色因精彩爱情的故事。感情暧昧后一秒，两人手牵手去谈恋爱，演出一段婚外情。这是唐美云歌戏团的新作品《放伫海潮迄边》。这届唐美云不是演小生，该演小段。伊演的是清朝海贼蔡牵的牵手，不过却去爱到歌戏演员小咪演的生理人李启明。伊嫁互蔡牵了后，其实伊毋是干那做某尔，伊是伊个军师。伊替伊规划伊即个海上企业的版图，所以是一个贤内助。虽然伊的个性有较浪漫一点嘛吼，所以上花了后就去找迄个拄着小咪老师。伊是一个真浪漫的即个查某人吼，啊来见着我即个斯文人，啊就结做斯文安尼啦，吼啊伫咱迄边就无共款啦，吼，就会较派头较查甫个性。这届演唐美云翁婿是京戏老生唐文华，这是因第4届合作。伊讲对京戏看冷戏来演歌戏需要做真侪功课，加在现场每一位演员拢是伊的台语老师，伊也学了真紧。我的老师就直接去做工课，就真少看，真少听，啊老师甲我教，啊么倒一个字啊嘴啊闭起来。做伙演戏的，阁有柯秀妮，伊演的是一位欠开的客栈头家娘。4位实力派演员共台演出。唐美云讲，望伫咧海潮迄边是一个贴近历史、专心打造的故事，邀请观众做伙来看戏。记者李选林秀凯台北报道。继续来看台湾歌戏推广基金会甲团结中心合作，规划2025年儿童歌戏亲子剧场全台湾的巡回演出。这一届应该较严肃的议题，改做是囡仔较有兴趣的内容。这一届演出的地点就伫咧家己新港，大人囡仔大家是拢看甲真欢喜。家长赢着雨伞，带囡仔体验歌戏的化妆。台湾歌戏推广基金会14日下晡开始，伫家己原新港举办儿童歌戏的公演甲艺术体验，要透过儿童歌戏的演出，让亲子家庭认捌歌戏新的表演艺术。不管是戏、音乐，或者是你看到的色彩、舞美、灯光效果，跟所有的编排方式，全部都是为了吸引小孩的目光而设计。我觉得很不错，可以带小朋友来体验我们以前传统的那个歌仔戏，然后让他们体验现在跟我们以往有不同的歌仔戏，属于小孩子的儿童剧。基金会表示，
即马社会环境的丰富，囡仔得到减少接触传统戏剧的机会，透过简单好白的台词甲趣味的互动表演，互囡仔对歌戏嘛会当产生兴趣。阮袂用足严肃的迄款吼忠孝节义的故事来教育囡仔其实呢，阮就是希望讲来看这个歌戏了，因对歌戏产生迄个兴趣后盖吼，伊变作是歌戏的观众。现在小朋友讲台语的机会就是很少很少，其实有些甚至还听不懂，所以就要让他多接触就是台湾本土的闽南语这样子。虽然落雨天气不好，不过儿童剧团结合歌戏的演出，也是成真侪家长带囡仔做伙来欣赏。这摆儿童歌戏的活动，续来要去新北甲新竹巡演。基金会讲，透过巡演，唔但展现传统戏剧的创新，嘛希望趣味的内容会当增加囡仔对在地文化的兴趣。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真侪学生囡仔拢会介意食凉的，或者是一寡甜不不咸毒毒的细小啊。这无健康的食品，唔但对健康有败害，嘛会变大颗，甚至成做全国的问题。即马墨西哥有一个新的规定，伫咧学校内底是禁止卖食的无健康的食品，包括有糖的饮料、芝麻灵芝片或者是煎猪皮等等，一律拢袂使卖。墨西哥每3个学堂中都有一个人体重超重，全国儿童有40%的热量摄取来自粪扫食品，摄取量是拉丁美洲第1位。为了转变这个全国性的健康问题，虽然保姆政府推出校园禁卖粪扫食品的新规定。外包装有高盐、高糖、高热量、高脂肪、乌色标识的食品，一律禁止出现伫校园的贩卖部。每只会面临545块美金到5450块美金不等的罚款，大约新台币18000到18万。Más la nueva escuela mexicana en sus ejes articuladores, uno de ellos es vida saludable y ahí se les da la información a los adolescentes, a los jóvenes, a los niños, a las niñas de por qué es importante tener una alimentación saludable y la activación física. 这项新政令的执行并所存在一寡困难。首先，全国255000间公立学校只有4%有饮水机，真侪位伫偏远也是山车地区学校，因为欠合格管线甲稳定的电力，学童的饮用水源都是一个问题。过来就是迄寡伫校门外卖糖啊、番麦片甲冰淇淋的街路四小贩啊，无伫管制范围内。学童上下课途中，敢会当挡会着这的脆食面，佫是另外一回事。Pues que ojalá y todos los papás sigamos la dinámica para, como te digo, para ya no ser el país número 1 en obesidad infantil. Y pues tenemos obesidad infantil y vienen enfermedades diabetes, todas muchas cosas infantiles. 大考伫即马已经是全球性的流行病，墨西哥当局想要重塑后一代消费者的饮食文化，引起世界其他国家政府的关注。记者咧，美国川普政府的卫生部长小罗伯甘乃迪拍出予美国搁一摆健康的计划，就是要将过度加工食品列为政治对象。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天气报你知，来看今仔日各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6度。东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6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来看外岛地区29度至33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